来看台中青泉宫基地，这打靶也都是射靶发生着意外。空军飞弹指挥部有一个26岁士兵，举步枪咧射靶的时阵，这个枪机突然间弹出去，这个士兵的下颌着枪，枪支烫过伊的面，到病院进前就往生了。伊是厝内底孤囝，妈妈是非常的伤心，家属也唔敢甲阿嬷讲这个消息，就惊阿嬷会载袂掉。为殡仪馆行出来，穿青色袖摆太太是26岁空军省考上兵的妈妈，人真艰苦。尊重一下家属好不好？哦，谢谢。哪行目屎哪滴，因为省考上兵的遗体当验尸煞。做妈妈的心真痛，后生伫咧青泉宫基地拍靶，扣枪弹着，枪支位下口所在射过面，命中休去。挂喙暗抱狗破，同齐翕相的查甫囝，就是省考的上兵。网络顶真侪相片拢是伊的宝贝狗破。省考的上兵为基本下专志愿者，做4年兵后退伍，可能是想要加欠钱。今年6月高登去做兵，平常时甲妈妈和阿嬷住斗阵，一家伙的感情是麻麻拍。说伫咧昨会发生意外，做头毛的妈妈接到通知，艰苦甲站袂调，必须亲情朋友扶咧才当检去病院。直到即马险甲互处理。阿嬷知影，就惊老大人袂堪起。省考的上兵死亡的原因，到底敢是操作情时无细理咧？认为最重要还是找到这个子弹是哪一种子弹是不是那支枪的子弹？这个上重要。来就是你来讲安尼是算一种颜色嘛？对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个距离了嘛。有一个距离。所以你也打到了位置，就可能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拢无烟消嘛，无烫伤。高大成认为，找出枪支是非倒一支枪射出来较要紧，当时麦当确认清枪支的作业敢有做好势。军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配合检调单位调查，厘清发生意外原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